2000名吉尔吉斯人被捕。中国在东突厥斯坦针对维吾尔、哈萨克和其他突厥民族的镇压行动中，仅一个县内有2200名吉尔吉斯人被关押，阿赫齐县22000人被捕，并关进集中营或被监禁。据研究，阿赫齐县有4万吉尔吉斯人口。同化政策继续执行，为了完全同化维吾尔人并消除他们的家庭观，中国政府在东突厥斯坦继续执行所谓“一家亲”政策。中国当局强制干部进驻维吾尔人家庭，以监视其宗教和政治活动。当局要求维吾尔人像家庭成员一样对待这些汉族人。那些不愿意汉族人住进自己家或抱怨的人，进而被送进再教育营。针对历史和文明的大屠杀，历史以来，作为维吾尔文明摇篮的喀什市，有一个历史小区被中国当局拆除。据报道，喀什市最繁忙的街道之一，着名的街道小区被拆除。前往东突厥斯坦访问喀什市的美国记者说：“作为一个对喀什有很多了解的人，我以为会有很多维吾尔人住在这里。但在这个历史悠久的社区里，我所看到的只是无人的房屋、废弃的自行车以及因人们离开而引起的沉默。”韩国警告中国侵犯行为。韩国空军当局表示，中国战机增加了对韩国宣布防空识别区的侵犯。根据南华早报报道，近年来中国的违规行为有了明显的增加。虽然2016年发生了70起违规行为，2017年发生了70起违规行为，但这一数字在2018年的前9个月增加到110起。北约呼吁塔利班加入政治谈判。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称，塔利班现在必须看到战斗并不意味着什么，只会造成更多的痛苦。他应该在谈判桌上，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的北约成员国外长通过一份有关阿富汗的声明，呼吁塔利班运动加入阿富汗国内的政治谈判。斯托尔滕贝格说，最近一次会议是为了评估北约在阿富汗的稳定支持使命。